喺港珠澳大橋上邊買層物業係乜嘢體驗呢？Later， 我冇講錯，你都冇聽錯啊！咁樓下咧就呢個港珠澳大橋嘅上橋點啦，一線無遮擋個海景景觀啊！如果今日唔係咁大霧咧，香港大嶼山我哋都可以睇到啊！咁而家講緊呢套單位咧，總價90萬咧就可以攞得一套咁樣嘅單位喎！咁全屋精裝修啦，而且咧即買即入住喎，而且仲可以收租，租金都達到差唔多成5000蚊㗎！咁呢套單位嘅話，一線無遮擋，兩面採光啊！喺屋企你都要搽啲防曬霜啊！咁呢個咁樣一線無遮擋嘅景觀，老細中唔中意啊？咁半粒鐘嘅車程咧就可以直接翻到我哋香港啦！中意個老細嗱聲留言啦，我 send 詳細資料俾你啦。